如果呢一煲你唔滿意嘅，我重新幫你做嗰煲俾你，做到你啱為止。包总，你开的这么多店了，已经实现財富自由了，為什麼還要再開一家店呢？呢間店其實就係我為我自己開，因為廣東人同香港人咧就好中意打火鍋。嗱，郭富城啊，最中意打火鍋㗎，香港人係最中意打火鍋嘅，同埋我哋都好中意嘅，因為新鮮，你加啲嘢烚下烚下，你要辣又得，要甜又得，要咩味都得，要咩醬自己調，任君選擇。即係百搭，同我身邊朋友都係得閒啊，打下邊爐、吹下水啊，飲下酒啊，咁啊就 hea 下就係一日噶啦。你哋又放心，我哋都係開俾自己食嘅。咁啊，嗰啲食材啊，各方面都係攞最好、性價比最高、原生態嗰啲咯。有時咧，我哋會嗌啲師傅喺鄉下帶啲菜過嚟啊，帶啲冬瓜同埋蓮藕啊，鄉下帶落嚟嗰啲咧，直頭分享俾嗰啲客戶送俾佢食。啲冬瓜、蓮藕、涼瓜，乜都唔使錢，而且絕無添加任何科技嘅，全部係純天然嘅，所以食嗰啲菜特別甜。歡迎大家嚟試一試咯。如果呢一煲你唔滿意嘅，我重新幫你做嗰煲俾你，做到你啱為止。